直接咱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个创世纪26章16至25节。创世纪26章16至25节，我用台语汉语版来读。阿比米勒和以撒讲：“恁着离开阮去，因为你比阮当年搁较强。”以撒就离开遐，伫基拉县的山谷搭布棚，踮伫遐徛起，当伊的老爸阿伯拉罕伫地下日所开的迄个井，到阿伯拉罕死了后，互非利士人吞去。以撒重新搁开一个井，犹原照因老爸所号的名来互迄个井。以撒的老伯伫山谷遐掘井，掘到一个活水的井。基拉县的牧者甲以撒的牧者相争，讲：“即个水是阮的。”以撒就互迄个井的名叫埃色，因为因甲伊相争。因搁开一个井，为即个井搁相争，就叫伊的名西提拿。离开遐，搁开一个井，因无为即个井搁相争，就甲伊号名利河别，是讲耶和华担互阮开阔的地，要互阮要伫即个地兴旺。以撒对遐去别是巴，迄暝耶和华对伊出现，讲：“我是你老爸阿伯拉罕的上帝，毋免惊，因为我甲你伫地要祝福你，互你的后裔兴旺，拢是为着我的老伯阿伯拉罕的缘故。”伊就伫遐起一座坛，求叫耶和华的名，伫遐搭伊的布棚。以撒的老伯就伫遐开一个井。圣经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照安尼行的人。直接咱来恭请咱本堂刘牧师来传讲信息。伊要讲的信息是退路宽阔，咱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伫昨暝可能大家拢困了真晚，心情也拢还袂足平静落来，所以咱伫讲道的大声，咱做伙来祈祷，搁一摆将咱的心归向上帝。伫即个礼拜内底，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历史的主，你改变即个世界，阮为安尼献上感恩。但是阮伫遮搁一摆，甲阮的心恭敬献伫你的面前。主，无论伫昨暝，阮安怎欢喜，也是兴奋，也是有其他无共款的情绪，主你互阮伫遮拢放落，互阮倒空家己，搁一摆诚做圣的器具来承接你的恩典甲真理。互阮伫遮愿意，互阮的心开阔，诚做好的土，来种你恩典甲真理的种子伫阮的心内底，互伊会当发生开花结果，搁结出百倍的收成。互有气力甲智慧，行伫头前的道路。互阮知，阮来仰望阮的主耶稣基督，是阮信心的开始甲完全的。安尼祈求，安尼感恩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真特别吼，伫即个时刻，我真正毋是特别故意选这个题目，因为这个题目伫3个月前就已经决定啊，所选的经文也伫3个月前就已经决定啊。但是上帝足奇妙的，上帝是一个历史的主，伊看了比咱较远。所以若今仔日你听到有感觉，有印证，迄是上帝的代志。但是咱伫遮要看到一个真趣味的题目，叫做“退入开阔”。台语安尼读，叫做“退入开阔”，足奇妙的。对照吼，退但是开阔，退入毋是退出，是退入开阔。咱今年开始个重新读创世纪，重新为圣经上头前开始读，咱会发现创世纪是一本真趣味的册，真有意思的册。
除了上头前迄个创造的故事，咱会足侪科学家就爱讲吼，逐世界、逐民族的创造的故事吼，也是讲起初的故事，迄个以色列人做了犹太人的上赞，上合伫即个科学的发展。OK， 这是创造的故事。过来，咱会伫创世纪看到先民的信仰的经验。更较重要是，咱会伫创世纪看到上早遐信仰的领袖，安那带因的族群行伫信仰道路遐个记载。趣味是犹太人甲别个民族无共款，别个民族讲到领袖的时阵，拢有民族英雄的情节，造神的运动吼。但是犹太人的领袖，互人感觉讲，哎呀，这因的领袖真歹做。因为创世纪所记载，毋是干那因的成功，嘛有因的失败，甚至是惨败。讲到因的荣耀，嘛有讲到真正见效的事。讲到因的勇气，嘛有当时讲到因真软弱，互人感觉看袂过的所在。讲到因的智慧，有当时嘛感觉这个人真愚戆。你会看到上真实的信仰的故事甲经验，伫创世纪内底，伊要教咱安那往头前来行，安那伫每一天的生活、日常生活，爱食、爱困、爱放、爱做的人生内底，这就是人生啊！你若无放，你就害啊；若无袂食嘛，真害。人生内底会当伫信仰的道路行了，搁较远一丝丝啦。搁较远一丝丝啦，每一天行较远一丝啦就有够。今仔日经文，我所选的是一段足少人选的经文，因为这段经文足无聊的。第一句话，掘井；最后一句话，掘井；中间掘井，继续掘井，这有啥物通好讲的？直直掘井，烧麦掘井，烧麦掘井，啊，着煞，通好讲。今仔讲到安尼就会当煞，但是这个足平淡、足日常生活。经文内底就有真趣味的教示，互咱会当去小可想一下。咱第一个发现讲事，就是相对亚伯拉罕因拢未生即个家族，即个家族3代未生，所以大家拢咧祈祷爱会当生。即个家族因为人未生，但是羊足够生。即个家族足奇怪，人足未生，羊足够生，生到一个程度，规个草场拢短袂落啊！生到一个程度，别人看咧拢看袂落啊！因为产业发展无成的迄个速度，迄个发展的速度，互人感觉足嫉妒的。因为精生足够生，整个的草场拢满。因为夜景百倍收成，咱无袂记哩。今仔日头26章。这段经文头前是讲到以撒夜景，有无？迄个故事伫迄个冬天内底，伊收成百倍，夜景收成百倍，这是啥物情形啊？迄个土地根本毋捌，夜咧就收，连挖一口井，还有活泉的水，这个人哪会好运到这个程度？会旺到这个程度，互人看咧实在有够看袂落去，有够讨厌的一群人。尤其是因是外口人、厝外人，即款的记录，互咱知上帝祝福、保护即个家族，因为伊竞选因愿意祝福，上帝就保守甲祝福。互因虽然是一个为着使命必须要离开家乡、付上代价、过离乡背景的生活，一个小小的家庭。甚至爱面对真侪无法度理解、无法度预测的风险的一个家庭，厝外人的家庭，伫真正青分的土地生活的一个家庭，要有缘经历上帝保护甲加倍祝福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毋是干那安尼尔，这是一个开始。今仔日的经文佫较是一个甲冲突、种族冲突。族群冲突有关系，以及怎样面对、管理、解决冲突的经文。以撒受人排斥，毋是伊毋好，是伊伤好。王安那甲讲：“你伤强啦，拜托离开阮。”这是讲伊伤强盛，毋是讲伊伤茂盛。茂盛是高生尔 ，prosperous。
但是这是讲伊强盛 ，You are too powerful， 你伤强了，拜托离开阮，阮无法度忍受你。以撒伤强了，伊所展现的无法度抵挡的气力，互所有的人受不住了，制止袂掉啊！以撒拍破所有原有的这个权力的关系、权力的平衡，互王的权力受到挑战，互部族的发展受到挑战。你伤强了，拜托，毋好阁落去啊！毋是干安尼尔，这毋是以撒本身的代志尔。以撒的这个强所展现的是伊生活完整，以及生活完整后壁这个价值观的体系，甲伊无共款，互因感觉受到真大的挑战。一个离开本族、本家、本乡的人，一个异乡的家庭。伫亚伯拉罕甲以撒两代中间，足短时间内底，伫信用新的模式内底，伫新的所在、新的风险、新的挑战内底，比在地人发展较好，这敢会当？这敢会使？比在地人发展较好呢？因敢若倚靠上帝，就比倚靠人的所有的综合较强。亚伯拉罕、以撒的性命。甲因周围人讲一项事：人马、财富、军队、才能，伫上帝的心上拢无算啥物。人气力加起来，伫上帝头前，亲像狗血共款，亲像土粉共款，风一吹就散，完全无抵抗的能力。所以，这个比较就无过是以撒个人的战争，这个比较是上帝的战争。以撒伫敬拜上帝的这个生活模式，挑战伊周围所有的人，讲：恁的生命无够力，恁的生命无够力啦。所以毋是以撒受拜天，其实这个经文甲咱讲，是以撒所敬拜迄位上帝受到拜天，因为 You are too powerful， 你伤强，你的上帝嘛伤强，拜托离开阮去吧。所以以撒要安怎？发展了好势好势，拄着这完全无理气的人，要安怎？甲因争甲死吗？相坐相骂，看谁讲最后一句话，干嘛呢？还是甲因相抬，留最后一滴血，看谁留最后一滴血，谁赢？你死我活，我存你亡，争到最后，抬到最后吗？也是讲，因为伊所敬拜是上帝，所以就掠着咒诅的权，咒诅伊的对敌吗？敢是安尼？甚至也是以撒去甲上帝求讲：主啊，你看我安尼受欺负啦吼，啊，你着单雷小等的，甲因电了切外焦里嫩，因着知影你是上帝。降一个火把烧较清气的，边仔烧烧的较好发展。降水吧，以前有洪水吼，有大水，因无死较清气，较袂差。因为因拢是无生目睭，毋知你是上帝啊。以撒敢是安尼对待因？以撒怎样面对这个争论，面对对敌，伫伊的生活内底？今仔日经文甲咱讲，第一项事咱知影爱认捌这项事。以撒手的遐雇佣的人，甲伊周边部族雇佣的人，其实真正是有冲突。一开始，伊雇佣的手的遐雇佣的人也回应这个冲突，回应对方的挑衅，到一个程度的所在，以撒才开始处理这样代志。所以咱发现伊头前两个字，一个叫做争论，一个叫做对敌。可见真正是有争论，嘛有对敌。但是以撒无留伫这个争论甲对敌内底，伊无流连伫啥人对，啥人毋对，水源是啥人的，钱是啥人的，应该向进，应该向退，这个死角的内底，伊选择袂要紧，我阁学一口钱，袂要紧，我阁继续生活。为虾米？因为以撒足聪明的，伊知影关键毋是倒一口钱。关键是羊群甲草场，羊群甲草场袂等你啦。羊群甲草场无法度等你两个争赢才讲，就喙打死啊嘛。
所以伊就无甲因阁继续争论。伊决定退离迄个争论甲对抗的情况，继续找水源，继续挖井，继续生活。以撒重复即个行动，直直重复，直到双方无阁争执、无阁对抗为止。伫以撒即个故事内底，咱会发现以撒决定甲整个伊的行动有3个重要的过程。这是咱诚做信仰者、诚做基督徒会当学习的所在。第一点，以撒承认冲突甲对敌的现实。以撒承认冲突甲对敌的现实。以撒无惊啊讲，哎呀，我甲边仔的人拢诚好，阮无冲突，一片和谐，你好我好，大家拢好。伊无刀片，伊甲王会对敌甲争论，伊无刀片，伊的各样的人甲隔壁遐个部族的各样的人有冲突的现实。伊接受伊，承认伊的存在，然后进一步面对伊来解决伊。咱以前拢会想讲，以撒是一个温文斯文人吼，这是好听啦。介意这个白皙书生型的人吼，就意爱以撒的，因为伊看起来足斯文的。但是若无介意以撒的人，讲这个人足温，另外一项字叫做吞，温吞，慢慢啊，袂当解决代志，袂当决定代志，同事到伊遐，同就爱做侪代志，啊有当时啊代志是做着歹代志。这就是以撒，但是足奇妙是，这个故事内底，咱看见以撒难得一世吼，足有勇气。伊勇气面对，伊勇气决断，伊勇气讲这就是冲突，好，咱来解决伊。伊选择勇敢、承认面对这个问题是存在的，然后继续面对问题，继续解决问题。第一项事，你要承认冲突甲对敌的这个存在。这是现实。第二，以撒选定无进入冲突的游戏规则。以撒决定无爱进入冲突的游戏规则。以撒虽然承认又搁承担冲突的这个现实、这个问题，但是伊无互非利士人牵伊的鼻洗玲珑，无继续甲因争执讲，这个水源到底是你的、我的，还是伊的？伊无含落伫迄个可能永远拢无解决啦，3000年未解决的即个争执内底，伊嘛无讲啥是对，啥是毋对。以撒对对方的游戏规则抽身出来，无搁继续，然后伊开始全新的行动甲生活。每一届非利士人叫做胡搅蛮缠，每一届伊身躯边遐个各样无共款的部族，甲伊胡搅蛮缠，伊拢是各挖一口井。你甲我争论，我就各挖一口井；你甲我争论，我就各挖一口井，直到大家拢放弃为止，直到大家拢无搁争论为止。伊选择无进入永远冲突争执的迄个游戏规则内底，为遐抽身出来。第三，以撒以退而转进，用退来转进。中文的圣经，无论是和合本、台语汉日本、现代中文译本，拢用离开来形容以撒的行动。是无毋对？这个意思是讲，伊离开彼此三支你死我活的生活模式甲行动模式，为遐离开，无搁留恋，无搁继续，无搁拍死甲。但是英文的圣经讲了搁进一步搁较好，伊讲 leave and move on， 伊离开，然后继续往头前 move on， 往头前来行，往头前继续伊的生活。这个字足水。因为这个字，互咱看见以撒伫伊的生命路程内底，无留恋过去迄口井啦，迄已经过去啊。继续往头前来行，继续成长，继续扩展。安尼用词提起咱，毋是以撒，反倒是遐个非利士人，甚至其他的部族，因含落伫负面的经验内底，伊含落伫争执的内底，无得到讨棒。
以撒已经放下这一切，放下争执，放下受冤枉的负面情绪，放下对敌的情绪，放下引起争端的迄个箭，然后继续学箭，互家己甲非利士人，甲隔壁所有的各样的部族，拢得到水源。伫遮，因为伊的选择，伊诚做正人的祝福，甚至祝福到一个程度，迄个正人包括伊的对敌。以撒会决定，互伊诚做正人的祝福，甚至诚做对敌的祝福。钱哪来哪济？所以咱无看即个经文真正无聊。即个经文上重要的就是乌钱，直直乌钱，直到所有人拢有水通啉，拢得到祝福为止。以撒无掠摕做失败、挫折，也是其他负面的经验，伊掠摕做自由，伊掠摕做开阔，因为伊知。伊摕是上帝带领的时阵，就摕出新的空间，摕出新的草场，摕出会当有被承受丰盛产业的草场伫遐。上帝要因为伊的摕，互伊搁较大的空间来承受搁较大的产业甲丰盛。以撒的摕，也摕出人情的地步啦。因为伊无甲伊周边的人争甲死，所以伊就留一线小三见面、三交往的空间。伊就甲伊身边的人和谐，真正的和谐。伫冲突以后，搁一摆好好的和谐，彼此做伙伫遐徛起。这就是咱讲的人情的空间，无递到诚做死冤死仇的过程。这是最有智慧的代志。然后咱看见经文的最后，上帝安怎讲？上帝肯定伊，上帝祝福伊。上帝临到以撒对伊讲：后壁若罕的约，伊要继续。以前因无会生，以后因会足敖生。毋是干那羊敖生，人也要生，因要生团济济，诚做济济国家的祖先。诚做侪侪民族的祖先，诚做侪侪人的祝福。更较重要的是，上帝鼓励以撒讲：你毋免惊，你毋免惊。虽然你是一个出外人，伫到青云的所在生活，但是你毋免惊，因为我甲你伫地，我甲你三甲伫地，你就无惊吓。上帝甲你同在。而且咱看见真水。会到时伫真平淡的经文内底，以撒的摕出新的天甲地，是上帝甲伊三角伫遐同在的美丽。以撒的毋是世间人心目中的迄个讲退步啦、撤退啦、退缩啦，毋是即款的以撒的是一种转进的转心就进步的所有人拢要。堵在迄个井三更的时阵，以撒已经挖新的井啊，有新的水泉，饲新的羊，生新的羊，扩展新的族群，然后搁较有钱，变做好野人。遐人也拄伫遐，伫迄口井的所在，伊继续有钱，继续欢喜，继续富，继续成功。啥人较戆呢？啥人较聪明？敢毋是？毋是干那以撒尔，耶稣嘛安尼教咱。耶稣的教示内底，咱会看见更较细致地讲到基督徒的伦理的原则。耶稣是上强调摕哲学的人。耶稣讲的迄个领导力，基督徒的领导力，是一款退的哲学，叫做 servant leadership， 仆人奴仆。的领导，因为昨选举小可讲一撮，讲原则就好。西方咱东方咧讲到，即个伫政府服务拢叫做官员，做久会有官员。
嘿，所以咱对因的观念是安尼。但是西方看政府食政府头路的吼，就是食人民头路的这个人叫做 public servant， 做正人的萝卜，公众的萝卜，人民的萝卜，对倒位来？咱来看一个圣经吼，马可福音第10章44节，马可福音第10章44节，安怎讲？伊讲，恁中间谁要做头，就做正人的萝卜。这就是 public servant 的来源。要做头的，就爱替到一个程度，毋是甲正人平等，甚至比正人替了较济，正做服侍正人的人，这叫做萝卜 public servant。所以咱爱用这来检验所有伫政府内底食头路的人，所有做公众服务的人，因有正做正人的萝卜也无，甲什么政党拢无关系，这是原则的问题。耶稣毋是干那教学生尔，拢死道友无死贫道吼，毋是安尼做。伊佫甲家己，伊讲着家己，伊讲即个了，因为即段经文毋是干那马可福音第10章第44节，也伫马太福音第20章27节，讲着门徒，讲着学生，讲着咱啊，就是咱。下一节28节讲着伊家己，伊讲啥？伊讲人子来，毋是受人服侍，是服侍正人，佮放杀性命，正做人的赎价。这就是萝卜的精神。佮较重要，咱会发现耶稣的行为模式足趣味。每一摆大型的服侍了后，伊毋是伫遐互人欢呼，伊拢替你正人去到安静的所在，单独安静，单独面对上帝，单独祈祷，佮一摆调整家己。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的言行举止，展现了甲即个世俗足无共款的一个行为的模式。耶稣伫每一摆人讲乘胜追击吧的时阵，伊拢替你产生新的领域，产生新的眼界，产生新的看见甲理解。耶稣的替，耶稣所教示迄个替，互咱替入去开阔的所在啦。耶稣的替毋是失败，是一种得胜的替，用好来赢歹，用饶恕来赢过冤仇，用 move on 来赢过伫遐对敌的人，用开阔来赢过下溃拄伫冤仇的正所在啦。耶稣的模样提起咱一项事，若咱用上帝国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，若咱用永远的迄个笑来量这个时间，咱会完全无共款。咱会发现，突然间发现，咱的主，咱相信的主是宇宙万物的主，是时间的主，是世界的主。咱会忽然发现一项事。人在争论的代志，大部分拢无重要，真正无重要。讲离婚就好，有人因为起稿安那为倒位甲约落去，就要离婚；有人因为便所要掀起也摕落来，嘛会当离婚。迄敢有重要？咱为着无重要的事，争甲你死我活，流血流汤。诚做冤仇，拢为着无重要的事，浪费足侪性命伫遐辩论牙膏的哲学和挤牙膏的哲学。咱毋捌聪明回头去看，后壁迄片田一望无际，稻啊熟熟，耶稣在呼召人去修成性命丰盛。一口井不可是一口井尔。若无油群，若无草场，死的物尔。井是为着草场甲羊群在服侍，一口井才有伊的意义甲价值。伫讲道的上后面，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牧师的故事。
有一个伫南部牧会老牧师，伊本来是伫一个足有名望、真有规模的教会伫遐牧会。教会直直发展真正好，上帝有大赐福。但是教会发展到一个程度，空间甲土地诚做问题甲议题，所以教会就想要收回教会对面迄片土地，来诚做要开设新的幼稚园。但是有人得到，就有人失去。原来伫遐承租迄个土地是一个医生，基督徒的医生，伊就真无欢喜，因为伊开业开甲好好吼，诊所发展了好势好势。你要动土地已经久啊，感觉迄土地伊咧使用伊的，就真无欢喜，因为伊也重新来过。伊的生计、伊的生活拢乱去。有一天，因真正生气，就去教会找牧师理论，无拍算，牧师无伫教会，牧师娘伫咧，哇，这下惨！一言不合，竟然出手拍牧师娘，拍到牧师娘受伤，入病院来治疗。虽然这是教会整个的决定，但是牧者就是牧者，伊就为这个教会来承担。伊愿意结束这个争论，伊就离开迄个教会，受邀请去到台南神学院来教册。本来伊想讲伊伫迄个教会退休，结果无拍算，无伫遐退休。伊伫神学院嘛教了袂歹，学生足爱伊的，因为伊成绩拢拍了袂歹。有的老师为60分往下骹拍。全班拢无及过，伊至少为60分为顶面拍，互大家真济鼓励。所以几啊十年了后，这个牧师也去学生足少年的老师，因为伊用鼓励代替伤害。伊嘛想讲啊，我伫遮退休，无拍算63岁，神学院讲高中部要来收起来。本来是因为战后欠师资，所以去到遐。但是即摆因为高中部要收起来，以后敢若有大学部尔，所以伊爱提早。伊是高中部的主任，伊就爱提早来退休。伊想讲啊，好咧，差不多啊，安尼我的人生就到遮，后世的人生就到遮。无拍算，一个教会写批互伊，讲牧师啊，救援吧，阮需要你。为虾米？因为即个教会拄着一个真大的灾难，伊的母会，因的教会要脱离长老教会独立，毋是分裂尔，是规间教会要脱离长老教会来独立。哇，10几户的人无爱离开长老教会，但是即声惨了，整个教会离家出走，毋是会友离家出走，即届是教会离家出走，看袂安怎，连厝中赶走要离家出走，教会赶厝离家出走。信徒怎么办？10几户的信徒就写批，互即个老牧师讲：牧师啊，救济救济，阮需要重新开始一个教会，阮需要你帮忙伫遮。63岁的牧师呢，无开拓过教会的牧师呢，但是看见人的需要，伊就去，甲遮个会友重新开始。几年中间，毋知是上帝赐福，还是小可有没有发现的恩赐？被激发出来，佫开设了袂歹，教会就安尼起起来，佫买新的这个礼拜堂发展了嘛袂歹，煞有名声出来。迄阵啊，拄着所有的人口北移的过程，所以台北边仔的卫星市政就开始发展。怎有人佫写批去讲，牧师啊，阮需要你来开拓教会，伊就从来毋捌伫台北附近，甚至桃园以北生活。求学工作的一位牧者就来到台北的卫星市政开始开拓教会，一间开拓效果袂歹，就人来拜托第二间。第二间教会诚做一个教会开拓的一个典范，3年中间为0到700人一栋教会的礼拜堂。你想讲安尼嘛袂歹，就安尼尔，佮转弯。有一天教会来甲讲，牧师安尼开拓啊差不多啊吼，阮要请少年的牧师继续甲带领。有的牧师可能感觉心内足压榨受伤的，
即个牧师阁是伊神学院教过的学生，有的牧师可能遮个信徒，互人感觉艰苦。但是即个牧师足厉害，伊的心真正勇壮，伊无留恋继续，伊就开拓另外一间教会，敢若一个条件，爱即个原来教会做母会就好。2年，搁一间教会出来。即个牧师用退休的年纪，无到20年中间开4间教会出来，诚做迄代牧师的典范。等于对开拓教会人生摕落来的时阵，已经82岁啊！上帝继续用伊，伫南北的所在继续报道、继续讲道、继续培灵，直到93岁，上帝调伊转去时。真趣味的故事，敢毋是？我无要甲大家讲是啥物人，因为这是真侪人迄代人的经验。是真侪人、真侪牧者，迄代牧者的经验，共同时代的经验。所以是啥物人无重要，但是伊的一生是一个典范，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。伫每一摆的冲突、每一摆的摆贴内底，伊转弯，就伫活角的所在看见上帝，看见新的产业，看见新的丰盛。看见新的德性，甲上帝相合伫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咱的服侍内底，可能咱爱经历足侪困难甲挑战。有的人，上帝互伊新的所在、新的服侍领域；有的人，上帝带领伊伫即个所在坚持落去，但是坚持无代表伊免退。甚至伊伫坚持内底需要退了，搁较彻底，退让了到一个程度，伊爱用目屎甘来去退。甚至伫冤屈无公平，甚至伫感觉真受伤内底，腰骨爱退，爱坚持来退。有当时咱会伫服侍内底，感觉真正受伤，真正郁卒，真正生气，讲主啊，到底是啥物情形？但咱伫即个状况内底。请咱做伙静落来想一下，想以撒的故事，骨子的以撒的故事，想即个不断提牧师的故事。因为耶稣在甲咱讲，争赢毋是真正的赢，退出新的空间，退入开阔的所在，互两边的人拢得到水泉，得到祝福，得到生存，发展的空间。这才是真正的赢啦！这才是上帝国度的赢。愿上帝互咱的眼界哪来哪开阔，愿上帝互咱的心哪来较开阔。尤其是咱赢的时阵，爱捌怎样退出人情，退出开阔，退出饶舌的空间。求主互咱无停伫迄个争论的井、冤仇的水泉、迄个苦水内底无受。求主互咱，因为退来转进，进入最深的所在，进入温典甘甜的水泉内底，进入上帝命定互咱特别丰盛的产业内底。咱做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一直教示阮怎样摕。你是一个摕的上帝，因为你摕就产生空间，产生世界丰富的创造。因为你摕伫十字架顶面，愿意为阮来死，就成就拯救的功劳。因为你摕无掠世间的赢来做赢，就退出上帝永远的国度。是世间所有帝国无会赢过永远的国度。主，互阮交替，用谦卑来退出新的丰盛，退出所有人做伙赢的迄个空间，退出真理的自由，退出欢喜甲平安。亲像以撒，因为不断掘井，就所有人拢着喙焦来得到饱，得到满足。互阮因为摕，诚做众人的祝福。
安尼祈求，安尼感恩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